佢話開 live 有冇？我看聲單字阿貝哈咪是琴色。嚇，直接講，直接問。人講話哇，我劍啲。哦，保險啲就得咯。啲會看做不好啲唔制啦，咱聽兩禮拜歌詞，咱做你唔制。because 我都做點寫冇啱，我點寫只渣啊。OK，可以，OK，等陣啊，start 啦嚇。我做兩禮拜。係啊，各位聽眾，各位歡迎我哋嚟收聽本嚟福建嘅節目。呢個禮拜咧，我係歡迎我哋嚟講個數，但是講老人到啲 clubhouse 嘅人咧，我應該是在講我人已經到啲 clubhouse 嘅佢一禮拜冇一個月前有特節幫12生上嘅個數，頭講個尾，特別咱阿未介紹咧，特別嘉賓以前咧，同佢冇俾介紹我人嘅吉他邊咧學見特別嘉賓正，即係吉他誒特別嘉賓咧就是新疆法國歡迎法國。แล้วก็YouTube แล้วก็快啲，誒，即係唔是跟住 YouTube 嚟啦，即係 podcast audio 嚟，做咩會出聲啫？發鬼出隻聲啫？嚇？我嘅暑假呢，伊 reaction 啊，咁樣嘅出味嘅咯。出聲咯，嚇？出聲冇？依個 logo 呢？依個叫嚇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所以我拍廣告。promote 就 lucky。誒，等陣，等我扮較大啫，等我扮你較大，都可能看到。OK，嚟，快啲 promote 啫。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Subscribe，呢隻都名咩 ？Jack Review Stuff。JAC Review Stuff。Jack Review Stuff，但我看到我哋 listener 講，誒，我唔知自己 review 有個學緊話喎，講嚟。搞到片物件。搞到片物件。แล้วก็ก็有另外一個特別嘉賓咧，就是零頭毛一條可能。Hello。แล้วก็我人誒真久無見到拋棄我人無愛來特別強調嗰陣唔知咩行出嚟。講緊你關，你就係咪講住咩？我看大人嘅講489我知。冇，我直接拖咗等先了，我未記名，只久無來，所以我未記名嘅。489可能，哎呦天講哇，直接過來啊！唔是489，是489電視。嚇，489電視，對，489電視。然後哇，見咩講幾個事，講個刺激嘅上擺，講第三話第一個老掉嘅林納子歡迎。哈 ，hello。刺激，我見咩幾個事喎？刺激。浪特別單調，佢見落禮拜特別單調。誒，即係種嘅。哦，即係換車啊，的士啊，換的士嚇。等陣會亂㗎，你等個英國點歡迎。Hello， 看我係 Jen Home。哦，哇 ，Jen Home 是 Basil 係啊？是laksa hill。哦，laksa hill，哦。Down 個松。Vietnamese coriander。嚇，我係2號啊。哇！我被大煮laksa 了咯。喲，แล้ว哎呦，是話我都我講了，我怎麼了？我都是怎麼應該是裝的是。林納子啊，林納子講變做現在道哥歡迎道哥。Hello， 大家好。然後道哥是我領導嘅 producer，然後特別冇做講嚟講呢，講爽呢。แล้วก็ผู้冇做呢 producer 咧，因為冇人工咧。但是我都唔係做緊嘅，你帶到呢？489嘛。我冇電視學豆嘅做。冇豆嘅冇做緊嘅，豆嘅帶到呢，伊冇做緊嘅。แล้ว我幾做物件嘅時候，你冇電視我幾做物件，講冇我冇做一條橋啊。แล้วก็後條阿龍，後條你使呢邊出現啫哦，出在到底你我一地出現啫嚇，人家看到呢邊啫嘛嚇。แล้ว你未看到咩？係你 camera 你未看到你個機咩阿龍？
冇平時因為我 MacBook 嘅 screen 冇寫，所以我當時用我 monitor。我當時用 monitor 看你 screen，然後我刷我 MacBook 啲邊啊會看我面咯，可能看到我咯。แล้วก็พุทธมายมวันนี้พุทธมายม Hello แล้วก็พุทธเกีย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阿蕉啦特別個只看雜寶我唔知是少話雜寶新你好，你是新椒還是雜寶？後年Lenny，你是新的啊？後年，mute 掉，mute 掉。等下，後年唔是後年，不啦 ，Lenny 你得到了。耶，話名叫後年。Lenny 你名咩名啊？你是唔是新椒？哎呀，走去一件。OK，แล้วเราก็去 clubhouse 上面 clubhouse 上面咧，就是頭先看到一罐阿蕉，係你阿蕉，แล้ว係咩？係咩？แล้ว阿蕉แล้วก็男婿，大家好。แล้ววิวิ爸爸個屌，วิวิ爸爸個發燒。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ใบเชง Hello， 大家好。半卡吹甜。ใบเชง是係咩意思？ Hello 一拜就清咯。冇意思是阿 John 嗰邊。誒，做咩事我叫你拜清嘅？我好似未記啊。係知啊，乜都係知啊。冇啦，迄名成時有講就我有理由嘅嚇，有一個理由嘅。即理由特別多啲聽咧。嗰唔是菜理由嚟，是正經嘅理由嚟。做咩清？我未記啦，叫拜清咯。แล้วก็卡吹甜，可能卡吹甜。Hello 卡吹甜未使困啊，入個 CM 肯定我會講。แล้วก็多頭冇拍鏈刀，拍鏈刀。多頭兵。多頭兵。我ล้อหมอมา我ล้อหมอแล้วก็เอาเจียวอาหาร Hello 大家好เหลาเจียวปอนแกมตีแล้ว話了歡迎แล้วก็รู้冇聽到我嘅雜誌聲聲嘅告訴啊，嗰個特別嘅邊呢，就是 Kim Sir 就是冷定過節特節雜誌節整特節，唔是雜誌即係兩禮拜，可能咁係兩節是嘛？冷聽嘅雜誌聲聲講告訴嘅人就叫做 Kim Sir 講告訴，歡迎 Kim Sir。Hello， 我是 Kim Sir。等陣我俾只安怎捌到龍路人講話安怎捌到一隻的，安怎捌到 Kim Sir？ 捌到真久咧，汪小捌咧是因為接一個做戲嘅團，係啦，你做戲嘅團嘅頭家咧就是你嘅朋友嚟嘅。我係朋友？你是人含義啦。哦，汪是伊嘅團呢會玩嚟嘅。哦，伊係咩團？伊係咩團？伊係咩團嚟？你點解叫 noise 嘛？就叫 Kim Sir。noise 嘛就 noise 係咩啊 ？noise performance house。哦，我聽過個 noise 嘛是伊個嘢咯，伊個嘢咯。個周星嘟出嚟咧，佢有伊個嘅開一個線嘛。แล้ว Kim Sir 本是撞嘟嚟啊？做戲嘅，唔是伊唔是撞嘟嘅，你是撞嘟嘅咩？我唔知。撞嘟啊？唔知係咩是撞嘟？哦，後面是撞嘟，撞嘟是一個所在嘅名，一個學堂嘅名咯。撞嘟，我是撞嘟咧。你是撞嘟嘅咩？你講我上學堂嘅咩？上學堂嘅。佢講埋你十幾年咁唔知啊？我是都撞嘟嚟學啲嘛。哦，伊冇意思，諗就係你，所以我唔知。我係啲 noise 裏邊白啲，我唔係啲學堂白啲。明白。哦，個 nice 呢？แล้ว嚟你介紹者了，安怎捌到伊了？安怎？捌到伊啦嘛，感覺就講是一個真有希望嘅少年家咯，伊做物件真有心，แล้ว伊是一個真 good 嘅人，แล้ว伊後來伊是走出嚟加車嘛，แล้ว加車咧佢後伊個 continue 做一個對對嘅物件咯，特別伊係點寫伊有小可家己走出嚟開家己嘅一個，伊唔是家己嘅一個。伊唔是做戲嘅劇團啊！我可能看一邊就較明。哇，大條咯，小英，弄看。伊是開咧大條。你冇看到啦？當然往啲 Google Meetup 裏邊咧，好似幫你小英就大條。然後伊咧是家己開一個團，是伊家己家人講故事嘅，講囡仔嘅故事，互囡仔聽嘅。嚟，係家己講。伊唔捌用福建話講過嘅，但係伊有一檔咧，我
你講了，阿龍你講了。啲後尾嚟韓國以前咧，有一道有一個international，我甲伊無講，我是識啦，但係我無甲伊白合作過嗰種，無安尼款嘅經驗嗰種。但係我後尾嚟韓國以前咧，我有一道有一個 international 檳城 storytelling festival 咗，伊特單你有舉辦一道嘅，是11月啦 ，because covid 冚嘅啦嘢咯。我後尾嚟韓國整嘅只講1時，嗰時1個年嘅咁先。我樣度嚟 approach 我講，讓愛最要把最講故事嘅哦。我哋心裡面想講，未歹咗，那時我用別人學經嚟講會使哦。因為嗰邊真係 open minded 嚟講 ，OK 啊，你用下面話嚟講唔要緊嘅，我不有請到韓國嘅人嚟講，就是用韓國話嚟講，特別呢啲故事裏邊要參 English 參 Mandarin 咧，所以見得歡喜嘛，見得無專心聽嘅了嘅嘛，看你銀行叮當，看你做鬼做餅啊 entertaining 咧，就歡喜嘅，就 high 嘅嘛。所以嗰位就用別人學嘅話嚟講，如果冇問題會使。แล้ว我家己一人我驚咗頭一道嘛，佢面對人哋一件啦，所以我就想到伊咯，後來我就隨伊講，咱會使白白合作，我兩人白白講故事咯，所以我喺邊我是講兩個故事，一個是講鄧仲本啱，一個查某線嘅故事，แล้ว個另外一個是12成嘅故事，所以我同你講咧，不剪咗成講咗，歡喜見到是真歡喜就係，所以其實到去咧，我都有想到講，若是有機會會使。好好做嘅話是第好咯，但接落嚟我就人走啦嘛，我就嚟韓國了，係咯，問下就係伊咧嗬，原來啦，伊個有 continue 啲拍片了，個啲假嘅故事，係啦，佢準備講會用下面款嘅 lines 啦，下面款嘅內容佢寫咗個故事，所以伊準備3-4年過後了，整2個月嘅嘢咧，伊就講咧，哇！做一套12寫上出來，你知有 video 嘅咋？已經講你搞拍廣告啦。然後講，拍廣告會使冇問題，也冇你講啊，你好啊，你 audio file 我啲 clubhouse 裏邊放咯，個一人嚟聽到你嘅故事咯，哦，你講 OK 冇問題，所以 that's why 我安尼講做咗裏面嘅出嚟咯。แล้วKim Sir ไม่รู้แต่ห้องไม่แต่ Kim Sir รู้สิเป็นหลังเป็นหลังแล้วรู้ตอนที่บุญสิจองตัวเลยหาเสียงรู้กี่นี้อาการู้กี่นี้ SPM สิกี่นี้我是差不多是我幾年畢業嘅我 SPM 我2000嘅 around 嗰邊嘅事咯。around 我唔知自己幾時畢業我冇咩記咯，唔知你講安怎人嘅未記啊？我頭擺我真清楚嘅喎，我92年畢業我就都會記嘅喎。我係記，我舊出年。是我有時未記，我唔知係空還是空 with around 成日講嘅事。阿格啦，等我啲記慢慢睡啫。嚇，你是個家裡卡仔睡話，แล้ว你安怎？我咪你安怎你世界條講故事，你係下面咪嘅影響你細漢起嘅大漢。你唔是講近來傾水啦，咱家人們是世界講故事，做咩事我都大概就講幾個故事，就是因為。幾個故事就是講故事一種嚟本嘅，你特別有你唔是特人會曉講幾個故事要好聽，你知？你講幾個故事，你特別夠講嘅曉講嘅，唔是講你故事驚，你夠一個故事都好聽，你特別夠講嘅。然後 Kim Sir 下面物件是做你細漢起是愛得看戲啊，做燈會戲啊，是人舞台頂面去做戲啊，調酒班啊，還是蝦米做你暑假講故事嘅呢？講故事吼，即細漢起就有啦，直去講安尼款咯。因為我是住迄個龜江崖，咁大邊龜江崖。然後迄陣嘅時，咱細漢嘅時是無講真濟迄個 internet 啦，迄個安尼款嘅真濟娛樂物件嘛。我第做嘅第一物件就是看 TVB 咯，電視撈飯咯。電視撈飯咯，你阿無就是電視撈飯是講有哪隻朋友哪看電視，個係香港嘅 TVB 嘅戲啊。嚇，就是你看到時間夠，就是坐了看，阿無就是迄陣時是 TV 碟嘛 ，TV 碟咪講記得水碟對呀，嚟看咯。然後迄陣時阿無是看冊本是迄種老夫子啊、小叮當啊，迄種坐了迄邊人看咯。了，迄陣是迄陣是無講無咩娛樂嘅喎，就是甲朋友佚佗嚟款咯。了看迄個戲啊，咩款嘅時候，
有一道时就看到迄个《倚天屠龙记》，迄阵时是梁朝伟做的。哦，你爸爸看过本啊？迄阵是，在百几年嘅事啦。迄阵是梁朝伟做的，迄个张无忌啊、张无忌嘅事啊。哈哈哈。迄阵梁朝伟做的，然后我觉得讲，哇，伊做啊真勁，真勁，我要叫我的朋友來看，我朋友無看過，你做，來看伊嘅戲，伊無看過，伊 out 嘛，伊袂使 out 嘅嘛，我會笑伊嘅嘛，我講你無看到，你真 out 你做。然後我嘛甲伊講招伊來咯，我講夾嘛久啊，你看今日這集啊，梁朝偉真勁，你做伊紅顏伊功夫真勁啊，伊拍死真濟人個了嘅，等陣你來看下。你咪使伊來到嘅時候，迄一集嘅時，伊梁朝偉要拍嘅時候，伊拍啊無好你做，伊要背起來，伊真背一下，伊就搞我無夠5秒，伊就迄叫人就家己死去哦，家己倒去哦。然後我就感覺講。袂好事咯，因為我朋友覺得講我成老演來款嘛，梁朝偉就無講真勁嘛，應該講張無忌啦，張無忌無講真勁嘛，那我咪覺得講袂咯，我有講應該是梁朝偉演無好，唔是張無忌無勁，是梁朝偉演無好。哦。那陣時我就係講，哦，原來這出戲《倚天屠龍記》伊唔是 TVB 嘅戲呢，伊是小說來，伊有冊，伊是金庸嘅冊來。迄陣起嘅時，我就去去找迄個小說嘅冊來看。迄陣是來讀，了來讀，你家己看，你看字來講，你腦內面家己想嘛，家己拍嘛。了有時來講，應該是那個拍嘛，應該是我咻咁背起帶嚟咻，咱腦腦板跳人會指出來跌一落誒，甲塞個皮，看你嘛。了我覺得講是梁朝偉演無好咯。了你搞到你想起嘅時是頂到嘅迄種 technology 未 support 伊。伊袂做甲真好，迄個功夫伊袂拍甲真好，所以我就因規兩個超演得無好，所以我就野車來看，我就喺腦內邊就做啊比較好。你變做你家己做，你家己戲那啲啦。我就做就比較好，你接落來就是屬甲看了，就講看戲唔好，還是看冊唔好，你會覺得我對我家己腦內邊家己練，家己拍，家己。伊個比個靚，都細細行到你可能啦，細細行到個其實個 imagination 用你個嘅想告訴我啦。是咯，了後無就是我是大迄種大結局嘅嘛，就是我講有帶三粒波，我講是登山來又帶三粒波，我唔知係咩嚟嘅啦，帶三粒，伊是真無用啦，我唔知用咗 handle 啦，即個物件，然後伊三粒波，伊個要兩粒波是大白白喎。了個迄種，我出事嘅時，無就死存一球了。但是迄種我係迄種阿伯啊、阿叔啊，我就種成只款就大一個間厝來款咯，公厝啊、老厝啊。哦，幾人喺厝內面？我係巴閉地背，我係巴閉地，我幾件啊，叫嚟咪20幾人個，20幾人。哇！你厝嘛都俾只大間，成日係啊。Blue Mansion 能大嘅。左三嘅厝就是嚟看嘛，頭前是點厝，阿妹中花天啊，你個起個阿妹。阿妹自己會打鵝湖哦。咱就要等下個節時間來聽鵝湖嘅故事。嗰邊夾起個房間出來，安尼看啊，你我影無事做，你個無 game，伊入面嚟講就招我嘅迄種堂哥啊。我係白鏡啊，我係哥啊，我係堂弟嚟，可能幫到一房間小拍。就拍功夫，拍個亂啊，也枕頭，拍個亂也配單冚，拍個亂呢種。你後無就是我家己去爭水哦，我家己爭水，我一人入去門冚起來變7、8個人嘅。唔好走，唔走，我家己有 sound effect 嘅啦。我無去裝迄個安尼勁 computer 嚟講放 sound effect，無我家己用喙做，我來救你了，哇！你真勁咯，嚟看你物件咯。但係嘛，我就野嘴哇，然後我媽就到外口拍迄個房間門嚟講，噗，來死啊，出來啊！你是唔是爭佢隻股誒？我應該是感覺我生水咯，撩水啊！我嗰種野嗰種啊。有啲ninja也背標咧，咁我煮到沙佢哋房間嘅嗰陣。我係嘛，大伯講嚇，安怎得估啊？如果你在經裏面，我們成日看，我們是到底裏面做戲 ，imagine 我家己我個頭走入去水地裏面，當做成 swimming pool 咧，我卡入去水地裏面。
我一个人就用了幾粒水滴。你接落嚟就是暑假聽講故事啦。特別你有聽呢，還是你家己暑假演出來？你家己暑假聽，成個講，成個我本身嚟講，我本身就暑假聽講故事嘅啊。特別我聽嘅是嗰個RDM 嗰個 radio 嘅啊。我未去學到我 from 幾時啊 from remove 嘅時，我特別等巴斯哥啦嘅時，我就是聽嗰個講話粵語廣播劇，然後就聽一啲故事，可能你有聽別個嚟的呼聲嗰種啊，你哋學聲，你哋學聲嘅可能我有聽者冇聽者嚟講咯，但是你有聽你會記哦，你會記你年代時有嗰個教育電台都幫播時，唔知1點幾是2點嘅時候幫教育電台，然後時要幫佢哋本地嘅 moral 嚟告訴嘅，然後做成個 drama。冇聽啦，你講你唔聽啦，冇聽啦，大家現在冇聽。我細漢嘅時有啊，我有聽喎。會話講第五台嘅嘛，第五台嘅，當佢唔是叫第五台啊，同佢叫 IFML。唔啦，安尼講未啦，咱到到教育故事冇聽啦，我是拍來拍去較好聽。我是講到到教育。冇講，第好聽嘅是我厝真一人甲我講故事嘅，所以我有真濟。按照直接影響到你講故事。我媽咯，我媽真甲我講故事嘅。伊唔是講迄種真久以前啊，迄種啊有一隻烏龜，一隻兔，你講小豆豆，伊無講你講你故事嘅。講真。伊是裝等者大外口之輩就講呀，我甲你講啊，隔壁咧阿花甲伊個 boyfriend 咧阿明啊，伊個媽媽好像白白啊，哎喲，伊媽袂曉想，啊來看咯，我就阿咩事咧？伊媽講啦，即個阿明是小狗誒，伊個阿花是小雞甲狗白白啊，加來加去袂也袂使啊，哦。你媽是擺地龜啊？你媽冇是擺地龜啊？喂媽，這裡唔記啊！喂媽是排第二嘅，我是第二啦，媽是排第二嘅，未使講是寫意咯，伊是字吧，似慘咯，即個故事似慘咯，即嗰時放住諗住叫我爸聽啊，叫我爸。我你媽顧啲哦，喂媽冇啲啊，媽冇啲，喂媽。你爸係聽啦，你爸咁嘈咯，呀媽唔係是我講啊。我絕對冇學我老爸聽啊！啫，即個是我媽咧學照講是應該是大模咯。嗱，即個唔驚，咧學是有影是大這邊頭講嘅，我大我家己嘅。哇 ，exclusive， 所以放 music 哦。exclusive special for midnight podcast 啊！我哋放咧 breaking news 嘅 music 啊。你講。伊是按照講是大模咧，伊是細漢伊甲我講是大中國嘅，也是大中國來。我算是來個馬來西亞檳城第3代，我算第3代。也是大中國來，迄陣嘅時應該是種中國啊，講出個種指腹為婚啊，記了巴刀就講，指腹為婚，記了巴刀講到一個生查某。我驚錯你，原來這個伊個指腹為婚的意思就是嚟看下，腹是不到意思。就是講白白是大波出來就結拜咯，白白查某出來結拜咯，一個大波一個查某就交姻安尼款咯。伊就是安尼款咯。然後我聽到嘅是，即個故事我是等下我媽死，我個知。我媽無死我唔知，我媽死啊，姐妹死啊，呢種。佢就講故事啊，講故事出嚟嘅啦。講故事嘅事啊，就聽咯。你我個知，呢陣時成日講就是指白為婚，指白為婚咧後了，又樣到大漢咧就會使交姻嘅款咯。然後咪知是應該是我講少年嘅事，應該是10幾歲啊，10幾20歲咧，嗰啲陣嘅時樣到貴州嘅迄個大長山嘅人啊，樣子頭來坐船來馬來西亞，吹成。做吹頭路嚟講啊嘛，呢陣咪是一來是為媽媽成日講，伊是來整吹頭路面嚟講咯，了唔知咯，了我講來整。我你媽已經是本地人啊啦。冇，我你媽乜我到中國出嚟掉，我未記到講嚇。冇，我媽冇嚟，我媽喺中國，伊冇嚟，我係講嚟。你講成嚟。我講嚟，然後伊唔知來幾年幾後了啊，了我媽就想講漂洋過海來看你啊。
嚇來吹。等轉來，一來到時間發現就講，我講大這邊，我拔掉另外一個查某。哦。特別對中國是已經是教英語啦，中國是應該是還未教英。哦，未教中國是ยัง冇攞嘅啦，ยัง教英。哦，你看擺呢？咪那就一來到環境一樣成傳播成這邊。一成啲這邊 legally 成傳播嘢。話 legally 冇 legally 唔知喎，佢就咪是，但是驚是生嚟啊啦。哦，已經有生嚟驚，所以歸來是你安怎你講個㗎，你馬準備啫啊，心理準備啫。伊來到了，伊夾激心咯，因為伊應該是我媽是初戀初戀嚟嘛，伊是初戀嚟喎，應該是了伊來到我對影是嗰邊伊個是一個人來呢，你知？了一個迄陣是查某囡仔。你講錯伊來，伊家己來啦。唔是，伊家己來。你講唔知啦，等，嚟一來嚇，伊。就係影對厝先看到伊大寶有啲邊。我有聲，我有聲。調照班。了伊來到啊，伊個一個人哦，伊個聲是本地是聲講是來到這邊就是。我來了。一無咧興奮來。你做其他就好笑。係咪未叫？我來了。好笑。了來了，你放來，你媽個好靚，冇地址就。你講感動就冇激死咪講笑嘅，冇感動。你嘢把都切過，我媽唔就走嚟。我猜未可能我係善處冇地址。你問講你媽仔㗎？你講啊！有時貴果樹了啦，咪冇講貴果樹，未使頭腦你定嚟一排貴果樹嘅啦。嗱，咪碌其實是講嘅是刺眉癌症果樹嚟講，你冇頭腦啲貴果樹。刺眉。你媽來搞了，依個發覺到已經有三個囝啦，到這邊去上嚟傳播了。然後伊是拍算講是迄種來搞對嘅大部人是無對其中嘅，所以就是迄種，伊就是無回頭路咧，一條路直直行嚟講。one way ticket 呢？呢度。one way ticket 咧，伊是買 one way ticket，有影是唔知坐幾個月嚟存來搞嘅。然後伊來搞 one way ticket 來搞啦，伊發現嚟講咧，伊變咗對，伊無在度對，伊無本事對，伊個是一個查某囡仔，無本事對。แล้ว你อัง你อังละ你อัง你講下你講緊咋？我講起邊個事我都唔知啊。哦，所以你聽是你媽教你講伊個事啦。我聽係事實，我聽係事實。你媽冇教你講，是哦你唔教你講啊。我唔聽正冇聽正嚟講，但係我俾問我媽是冇啲啊，伊就係事實。誒等陣。暫時停就我其實甲人講啊，咱若是講厝內人啊，有，唔係講老人本啊，爸母還是你公媽，還是你祖啊，什麼都有機會嚇，你會使找伊人來錄音，有你電話、你 iPhone 啊，什麼嚇，錄音啊，咁樣拍曲啦。因為我有隻姐，我甲我爸、甲我媽往坐掉，伊若是來美國找我就是錄音。了就係拍曲，我有甲人講啦，唔是頭錄啊。了是叫人講個仔個事互人聽，但是你若是有機會啊，你就被慢慢成做啊，你忙等咯。就係講，往時你若是無機會錄到，是拔到你感覺到一個，哎呀對心肝無機會去講到，所以有機會隨你爸母啊是講媽錄音咪告訴本是真要緊嘅。我接落去講。我有隻嘢啊，我係隻 computer， 我係燒掉隻要緊，我叫做 keepsake 嘅 folder，咁就是愛得古小英啊，還是我聽我爸我媽啊講嘅故事，我姨啊講嘅故事，咁落起來。是咯。因講故事唔是 professional，成日 Kimsir 啊，比較 professional storyteller 嗬，你專業嘅講故事嘅人，特別你到厝本隻要緊，其實對講故事是人對做人啦，講故事是一大嘅部分嚟。但係日本是講故事嘅部分，你做下面物件本是講歌嚟。像我講我嘅媽嚟講，伊是安怎講影響我目睭會做即大嚟講，因為伊是對我嚟講，伊是一個 perfect。
即個有影是 perfect storyteller 嚟，伊是廣告書。你講下，你感覺到蝦米事咧？蝦米事？伊蝦米物件做？你感覺到？我感覺講，因為你成廣告書，你成我把你廣告書是一種嘅我嘅工作嚟嘛。我廣告書是我嘅工作，然後我做一個 performance。表演。講我有一個表演，我有一個目的，我要做一個物件。但是我感覺廣告書最好聽廣告書嘅人是樣講了樣生活，樣講了樣過了嘅日子。所以像伊接來伊甲我講，伊邊講 rehearsal 嘅就，伊邊 rehearsal 講 take one，邊個阿花哎呀無水來 take two，伊無嘅，伊來到就是噼里啪啦，關事啊，啱聲聲，自然。所以即個是迄種無 NG 無 take two 嘅，即種個是 perfect 嘅 storyteller，perfect 嘅演員嚟。我鬼生活過得真好咯。我聽個八卦鬼片。八卦就是我八卦。我係厝嚇，我係叫我係厝，我叫 radio boy。伊本是上個，伊本是成個你媽一隻搞廣告書嘅，然後我叫 radio boy 一來搞，伊就是講即人告訴導，唔講導話啦，就講你知哦，佢一間係咪好？然後伊隻手臂伊講故事嘅時候，伊唔是讓聽下咧Kim Sir 咧12聲，或者攞嚟使 keep 咧，我見到佢哋網頁話 link 嘅12聲故事，讓聽隻手臂，伊唔是講。伊做嘅成個，伊無 sound effects，特別伊講話時，伊特嚟角色，伊特嚟人，伊無上嘅聲咗。伊成日講，伊講嘢拄到啥物？哇！我唔知伊佢做聲喎，伊佢做個幾多人聲答話，講個幾多人，所以就係講伊無上嘅人喺故事裏面無上人啊，伊嘅聲個無上嘅，即係趣味嘅。所以就成日成搞講故事嘅人就成咧。你媽是唔是咧？你媽成日搞演搞這裡打。做八婆搞咯，做嗰種八婆本是做 skill 嚟咯就，skill 嚟。即係講到即八婆冇人做，八婆冇人做，你我感覺伊做得真好啦。但是有淡薄感覺，人就講，淡薄遺憾嘅就是講，伊講安尼一個故事，伊唔捌甲我講伊嘅故事。對，即係人會成日感覺講，人因為人關係講別人嘅故事，人無咪會講家己嘅故事。แล้ว伊嘅故事是佢甲伊死了，我大別人嘅喙聽到伊嘅故事，แล้ว個聽淡薄，無聽淡薄，是真還是假，個唔知。所以即個物件聽起來就是講，心鬱卒嚟講咯。像我想要了解，個無在了解真濟，所以我感覺伊是也了真濟伊家己嘅心事。安尼款笑了，無人知。對啦，咱特別學到，咱聽Kim Sir講嘅一個嚇，咱特別就係講，若是有機會嘅時候，去教你身邊人先拍殼，我樣嘅空頭才講。因為我報嘅路啊，你爸母到時只告訴啊，你唔知嘅，你冇聽過。咱住人啊，住人一邊啊，除了Kim Sir，住人一邊不有成啊，正。聽一出來人影響特別個人講國際嘅故事或是啥物物件講故事。我媽嚇，嚟你講下啫，即係靈頭毛啊，就是講我媽。靈頭毛講，你媽你都個冇教你媽學掉，你只功夫。哦，係哦，講我劇碼樣講邊我隨定古上，我講話是啊，大聲，叫咩啊破格嚇。哦。我讀嘅啦，冇病嘛。弟愛講係等住講嘅歌數啊。我知啊，你啊，講英歌啊，講。你是講上下，你是講你講上嘅歌數係特別。上嘅歌數啊，上 radio 啦，弟 repeat 上。哦，伊 replay 個。佢頂古佢咩日本拍正啊，我看到一隻咩背準啊，一隻三隻兩隻入出隻咁樣。哦，你講，你買講時佢你講一條。但講咪是有咩啦？講佢咩的依對的到啊，落在對拍數啊。然後我隔了啊是做阿三嘅啊，我是做羅仔啦，對啦是啦，隔了是我人嚟錯啦，我冇讀冊啦。你哋揾近家己嘅名字啊，是啦，我讀啊小學呢啦。
特別你要講佢點解拍隻人個數你聽呢？有啦，定估啊，困你塗骹喎，一零嘅啊。你個無拍生，你個無學到你媽嘅功夫，你媽嚟講話，你個無咩？話啦，我媽講我破嘅，但係我特別我感覺到，只肯定同埋，伊只 idea 特別好。你是唔是有 ADHD？你 ADHD 我就講過啊嘛，我讀 ADHD。即係 ADHD，伊別講出來就 because 伊腦小快嚇，伊跳去數，對。because 我看你講話，白等我就在講你是有安尼誒 situation， 你拍辦咯，你白啲就辦。我辦呢個問題是啊。辦咯，咪 check 講來腦，是寶寶為腦冇成日款嚟，跳，你講啊 first paragraph 幾字，就是 next paragraph 嘅啦。如果你講嘅物件，是成日冇咪對人聽，冇唔知你講嘅咩就。special 啦。你慢慢講，喂，你慢慢想下你媽同你講嘅個數啊，但是你 slowly 慢慢落嚟，唔先開始出別。白人嚇，就啊。我講咯，我講有甲我講過。等啊，即係會話我講了嚇，白咁啲講，你知 last time 嘛是啊，喺大倫甲 Burma 嗰邊有一個死亡鐵路，你人知哦？你下面會車落嚟？嚇，對，會車路。新加坡啊 ，River Kwai。River Kwai。新加坡。大倫甲係大倫甲大陸咪啦嚇？大倫甲緬甸嘛，緬甸啊，伊是蘇拉啦，蘇拉緬甸。不，伊有一個死亡鐵路嘛，就出名嘛，日本邊掠個了嘅去迄邊，愛去迄個railway 嘛，แล้ว迄個火車路嘛，แล้ว我講咧 happen that 咧就是着掠去咯，แล้ว掠去แล้ว嗬。啊，真係講你到底喺邊嘅呢 ？Because 無，伊是到咱馬來亞這邊嘅掠去迄邊做工。掠去迄邊做工 ，OK， 明白。掠去做羅仔啦，即係做工嚇，去做迄個羅咯，แล้ว去到迄邊 ，because 死真濟人，迄個 railway 嗬，伊是 because 伊是真危險嘅嘛，就出名咧嘛，that's why 叫做死亡鐵路嘛。伊只派去落，伊只行過去嘅迄邊。即係一人是 accident 死嘅，到底邊鐵落。對，แล้ว就是伊人驚嘛，驚แล้ว伊就逃走，伊人就逃走。แล้ว嘛真正危險咯，逃走，แล้ว逃走แล้ว伊人本身是有家己嘅名嘅嘛，本地吼。แล้ว伊逃走嘅期間呢，伊就是甲伊朋友咯，แล้ว伊人相換名。相換名了。嚇，上話名咧 from Thailand 啊，走到對嚟這邊，我咧一講走嘅事啦，嗬，就是 from 嗰邊呢，嗰個山路啊，咪啊個了啊，你知啦，嗰陣時嗰時啊個40幾年代啊時嘛，所以伊人走啊是真正坎坷，伊人用唔知幾日啦，個走到對嚟馬來西亞，แล้ว走到對嚟馬來西亞咧，嗬 ，because 伊人途中啊，伊人換名了嘛，所以等下伊人對來馬來西亞咧嗬，แล้ว政府after 這個蝦米日本嘅提了，แล้วก็แล้ว蝦米咧嚇，ก็แล้ว英國嘅這個本來英國超本愛提แล้ว唔是愛學這個中國來嘅人佢哋紅定記啊，你看啲物件咩？對。แล้ว所以嗬，我係講嘅名啦，嗬，就特別嘅喎。伊本身嘅名是到頭前，咧伊朋友嘅名嗬是到後尾嘅，伊有一個 AKA。alias 啊，有。also known as AKA 係咪？咧伊後尾是伊 friend 嘅名嚟，แล้ว聽伊講，伊是 because 伊人愛成個結拜兄弟啊，你知哦 ？because 伊人講翻咱嘛 ，from Thailand 安尼款走對來嘛，所以伊為着伊人兩人就相換名咯。แล้ว伊人交伊人換定記啊時喎，嗬，伊人嘅迄個名，伊對方嘅名，伊本寫到內面咯。哇，怪 romantic 本咯。
bromance 哦，叫做 bromance。伊定期吼，所以我真奇怪嘅，我講按照你名呢長嘅，如果細漢嘛，但是咧有一個 AKA 嘛，吼，咧伊也袂有別人嘅名喎，咧無相生喎，แล้วแต่所以伊嘛講出嚟款嘅故事。即是你講嘅你講嘅故事，還是別人講？對，我係講。because 我細漢嘅時候，明明伊名是安尼嘛，按照 when 伊寫阿冇名嘅時，也唔會個有別人嘅名嘅。แล้ว唔會個走一個福建人嘅名。แล้วแต่所以人 feel 到奇怪嘛，แล้ว嘛問伊咯，แล้ว伊有講，如果細漢嘅時未曉嘛，講哇你名按照有兩人嘅名，你也唔會個有一個。แล้วสัมไปกับบัลลูเขาว่าก็เอกกี้อีอับบวยอะไรเมียสิแซลีว่าสิแซหวายมาแล้วอีอับบวยสิอับบวยเขาเจรังให้เมียสิแซลีแล้ววิบอกว่าลุยกองเนี่ยแกไปเฮียตีก็ได้แซลี係อีสิตัวที่มาเลเซีย已經白แล้ว做隻掠起嗰邊แล้วก็แกไป係ตัวที่已經白掉多迄邊應該是多迄邊吧，對了。特別不是馬來西亞人啊，不是馬來西亞人。對，แล้ว對來了，แล้ว半 lost 去啊咯，對來了就半了嘛。哦，真係冇對掉啊！哦，哇，梗係 bromance 啊，之類。但係我人唔講啊，係你啊，嗬。走去大路，你有拄着伊講無了 ，since then 無了 ，but then 伊人嘅名也袂兩人無下咯。Kim 實係細隻個數起來寫咯 ，expand 咧寫嘢接落來個數是自己做出來啦。bromance 喂，聽我講個數嘅較濟是囡仔啦，我講講你 bromance 嘅個數人係忙咯。你成講對佢講佢看你嘅爸、你嘅阿公，還是你阿祖嘅定期是唔是有兩年？係咯，是唔是你last time 嘅人就時間結拜啊？都這是本書音咧，有兩年苗嚇，但係兼就同人哋講一個告訴我人聽，真古以前。Because last time 嗰時是我細漢嗰時，哇來了！特別我同你講嗬，這次大嘅啦，應該是冇。冇咩仔啊！係講咁嘅㗎啦，阿左咯，阿公咪少一回，阿公夠一場食。誒，左有啲嘢話啦。幫咁啲，我講，人會聲，人冇可能唔知就你肯定輸咋。我冇唔知。特別我就係講紅定期，我係講定頭是紅定期嚇。แล้วหัวอีท่านหัวบ่อีท่านหัว係啊หัว對，but then 嗬，你頭那時英國伊人是學你冇。頭那時人未獨立那時嗬，伊就實愛學定期啦嘛。佢陣時人愛獨立以前那時喎，伊就實愛學定期 ，because 伊愛保護人即個定人啊，加即個嘛英國，แล้ว所以紅定期那時，伊就實用啊，你講嘅名แล้ว after that 那時伊有換啦，換變做藍定期哦。幫咁啲，慢慢你講你個數，幫咁啲個數本就 interesting 啊，最主要紅定期。不，我 Kim Sir 你講，我講起你紅定期啊，我唔捌看過我媽嘅紅定期哦，但是我媽幾時幾日嗬，我扣嘢物件嘅時，我扣到一個正特別嘅物件，就是一大中國來這邊嘅船票。哦，哇！我甲你講，這條船票也是白曬嘅，你可以船票咁。特別路 scan 起來哦，這裡加特類。係咯，這裡特類哦，你特別少。因來到過去種係被，因個被排種疫苗啊，因應該是被怕被人針咯，怕特先，被人咗拍針，我唔知成咗啦，迄陣時應該是停新加坡，แล้วก็唔知咗佢獨對來這邊。就是一種有時漂洋過海來愛你呢種嘅愛情故事。你安尼我講哦，我同你講，我講甲我媽啊，伊人 last time 是教演嗰時啊，แล้ว人 Malaysia 本是無講，佢暫時本是無講一個 official 係咪教演嘅證書啊咩，你知哦。แล้ว嗬，我媽甲我講嘅嗰時，佢一款紅色嘅貼嘅。紅色嘅寫真書啊，你款嘅特別是寫長人嘅喎。有時啲長山位
冇到 Malaysia，but then maybe 是 because last time 啊是我講來啊是應該是未記到藍定機個嘛，嗰陣時就未獨立個嘛，แล้ว舊位媽舊 N 啊是嗬，伊當時佢一款咯，成日講金崩啊，แล้ว有寫鄧人字嘅咯，成日講啊內人嚇舊 N แล้ว嚇，แล้ว伊人簽名，伊冇唔是簽名，伊呢人嘅手，手仔。手仔安尼款的喎，แล้ว嗬嚇แล้ว成個一條紅紙安尼款的，嚇迄個我本有我講有收掉咯，到意思也是，我人本有看到安尼款的物件。波劍啲，你講，但係你我聽你應該不是出來本就接這裡單。有誒字句佢就講嘅你字句是你 storyteller 或者 family 啊？伊是成個我人嘅 family 嘅 memory keeper，but 伊 suddenly 自講1-2年嘅時，伊過身去，like suddenly 啦 ，about in a few weeks 呢，伊就過身去。但是就 passing 咯 ，because that time 係我啲research 了我係 family tree 啊。嚟我係講嘅人，即小英是我係講嘅咯。等我 zoom in 啫，咁你看你講，伊講就引導啊，嚇，伊講引導嚇。尋證嘅了，伊嘛是唔知是咪是八達人，特別有尋證嘅人感覺，了啲 research 了嘛，係唔是？喂，你咪是好嘅人，你看伊小英。伊出事搞個。佢暫時嘅是要好嘅，แล้ว一嚟檳城แล้ว一走嚟檳城嘅是個冇安尼好嘅咯，แล้วI think 伊幾時人 after that 伊們是冇講只好嘅咯，伊係咪講滿做嘅，看落去啦，伊冇鬥咯，為即個講，伊 humble 伊就係條做工嘅，所以伊搞個意思嘅是伊們做工，真係骨力。伊細漢嘅時是好命咯，我覺。聽我係故講啦，我係故講。伊細漢嘅時大位是真係estate 嚟着。就是做一年呀。大美達呢位。美達。我俾講一個物件。讓有佢哋舊嘅時候應該了被 repair 來找我。發廣告。restoration photo restoration 你有 Photoshop 嚇OK 讓佢吹啊令頭我知條แล้ว你聽過你講 interesting 嘅故事上面咧 interesting 嘅故事是即個外國故宮到伊人嘅 estate 嘅位有一個巴達 rhinoceros 嘅巴達巴達啦有啊，啦有嘛，啦有誒，啦細股就細股啊，嚇你等人店咪會知啊，你別使啊，啦你咪注意咯，你細股注意下。伊衝嚟嘛，你是特別伊人嘅廚師是個 groundskeeper 喎，而係天成，到你是燒起來伊係你看。個我當叫你出來啦，哇，最有料見料。I think 是我第大個人。成年咩啦？你巴餅啊？巴餅？冇係麻餅。即係你講是外講啊？我係外講。我係麻嘅巴。有安尼 story 咯，了我係伊嘅寶咧，我係媽，我係外媽，伊嘅 mother 像是到陽光嚟。陽光嘅燈籠啊，唔知啊，我冇未曉。我話啲 research 有時，本來就係自古生的呢，貴先去。特別上個人金水講嘅咧，做咩事？人啦就最人啦，咁了有故事嘅嚟講，要我寫起來哦，有嘅物件。特別個真濟物件，有真濟本地嘅，滿是真濟 question 個啦，唔知啊。我係只二本只夠講嘅咋。
你出來人，唔知有一個成個Kim Sir 講伊媽，我出來人，我媽誒小妹啦嚇，伊真只搞這裡打，我是講這裡打，有人講這裡打，伊只這裡打，伊講個是真正 interesting 啊！特別伊只講話，我覺得人自己那個咧坐來聽咧就，咧伊講嘅故事個了，唔是幾難嚟想，特別關係個頂到伊樣細漢嘅事啊，安怎樣嘅咧elastic 啊，去成膠啊，你看你故事啊，特別我就是個聽咯，就是個聽，你講嘅就 enjoy 講故事嘅時候。我係二姑咧，伊是佚佗鳥嘅。啊，係咪意思佚佗鳥？伊人去。我飼鳥啦。無，伊人去當鳥，去當鳥，了伊會曉做咧鳥拿，咪個了伊鳥拿真水嘅啦。哦。有一擺啊，伊有一個人啊，互伊一個手錶啊，蝦米手錶名了？真好料嘅手錶咋？嗱，你話這邊一間啊，即個法國燒手錶嘛？啊，了我未記啊，伊名是外國嘅啦，當今外國過身了，互外 before 伊過身時 already 愛上外國啊。迄個人互伊即個手錶啊，就買甲伊小換伊一個膠囊咯，伊膠囊真正屬於外國做。我看啊，當今無人曉。你唔知你有燒掉，還是小英有看到伊做膠囊？小英啊。唔知有啊無啦，特別較久伊有搞，伊做咯，伊坐落咧，後尾為出張下底伊做啊，我有看到。佢白啦，係手工咧，佢白佢。嚇！伊有抹針嘅，唔知咩 material 呐？伊拿伊熬伊茶，唔知伊入面茶嚟，阮伊熬，伊想加了佢是點啊？嗰啲點啊？特別有啊！王師滴樣係 steam 嚟嚇 ，maybe 你係是啊，伊做拿錢啊，所以啊，伊做手工啊，伊無做工嘅，伊是國外媽爾，伊較少年時有出去沙巴做工安尼物件，特別伊 after that 伊轉來了，伊就做安尼物件，做膠囊啦，人送伊出嚟手錶真正貴啊，actually，我未記啊，伊名是啥物？我想未記咯。喂，拉姆納茲，你有成個出來人有你可以告訴我，自己 interesting 嘅。有啦，我係自個頂擺伊嘛有講咯。我係自個貴先咯，頂擺伊有時啊，伊佇厝啊人 big family gathering 嘅時啊，伊就講咯，樣細漢安怎看佚佗。I think 我係講頂擺是 teen minor 嚟，所以感覺好夾本啊。所以講故事講我係大伯甲我係爸安怎出去偷小水啦。去你啲啊？我想起你 mining pool 嚟嘅時候。冇 river， 去個 river 小水了，對嚟河我係馬拍啦。豬隻啊，是啊，你講掉，咔是豬啊。Sorry， 我係媽咪咩咯，拍咯，危險嘛。然後我係做的 protect 伊人啊，未使拍。所以我係 father 嗰邊有教你 siblings 啦。都真正睇過書嘅啦，安怎我係大伯，安怎伊行出嚟佢哋杜那囝，去磨，甲真正幾辣了啊！去賣互伊個 schoolmate。哇 ，entrepreneur 嚟，佢做生意。schoolmate 個賣啊，你看啊。我聽。你 suggestion very good 啦。對啊，佢個嚟你告訴佢，你落起來，等你我係自個pass away啦。你使pass 號，即係一大人上你找啊，咪咁樣，然後可以告訴佢，你個團落去你出來告訴，啊不你冇其他每條你就是想唔知嘅款，我聽你告訴我係爸嗰邊嘅，就是我係媽教我人講嘅，是我係講。拍戰，伊是學日本兵拍死嘅嘛，伊是日本手嘅時候，日本兵拍死伊啲白白，伊係你告訴佢咯，我唔會話爸啦，我爸教我細漢啊時，我個歲年，我媽就死啊嘛，我係講我爸3歲時，我講到已經死了。
拍箭的時就死啊！因為我爸聽告訴我，本是伊獨白目睭聽過來人講啦，所以我叫我爸甲我講到對你告訴你無講嚟講係我都未記起啊，我都唔知嘛，即告訴啊，完全。我係講50幾，伊唔知50幾歲就死了，真係早就死了，伊是去拍獵啊。拍山豬啊！拍山豬嘅時，啲金巴拍山豬嘅時，伊和伊朋友拍死嘅。accident 啊！哎呦 ！accident。伊情拍到啊！伊嘅朋友就講伊是山豬。哎呦，伊是情則直啊咯！你告訴。是哦。所以伊告訴是講伊嘅，我嘅媽就是上線啦，去看即 fortune teller 啦，去看 medium 啦。所以 medium 甲伊講，你嘅翁會有無好嘅事發生啦，所以你就要寄即個符，互伊清掉，就要伊啲幫你心嘅位。我係講就是無相信即個物件嘅，即個了，哎呀，係無嘅啦，你看你物件。所以我媽就逃避啲伊嘅無內邊咯，伊啲暑假清嘅無咯。特別一個節哦。伊愛去拍獵嘅時哦，伊換無哦。所以個你虎伊就無驚做咯。命哩，互人拍死了。聽講是我講佇金巴頂擺是真正逐擺，然後當人啊，就是講做生意做成功了啊，特別是到日啊去學堂啦。我會做本事啦，去學堂啊，蝦米物件嚇呢？所以金巴本是像啊，加大粒有名聲嚇。有名聲誒，伊個 funeral procession 唔知幾日啦，又蝦米啦，真正隆重安尼款啦。英國中你 family story 咪就 interesting 是唔？我嚟講嘅嚟嘛，我嚟講，做本下兵嘅點聲是伊是做陸軍嘛，了伊巴如我想1930幾年伊巴如 qualify 做陸軍，了佢了伊嘅佢伊嘅當數佢 senior 嘅當數佢了是阿摩人嘛，了伊嘅做本下兵來時。伊人掠佢了，伊阿摩去成個去做伊 railway 啊，是蝦米做蝦米鬼啦，掠佢了，所以無掉啲伊變做真正 senior 去，傳伊甲伊個本地人本地陸軍人了，所以伊就要過伊個本來個大陸軍佬啦，你知咯 DJ Road 嗰邊嘅係個陸軍佬。所以伊有真正這個事哦，特別伊無講互我聽，是伊個我個奶媽講互我聽爾。伊無愛講伊個就本來係點聲個故事誒，我想伊上可了啊，伊無愛講迄個款嘅物件，了伊愛袂記爾。特別我個奶媽講互我聽誒，了我本是毋是細漢啊，細漢嘅時我本伊無講我聽蝦米個故事，伊。等舊我較大漢嗰時，我是做陸軍嘅學生嘅時，我去大家伊人認為我做緊你媽 Miriam 呢，所以我大家我奶媽嘅時，伊個講我聽較了，伊個就本下兵嘅點寫嘅故事較了，伊講我聽一個故事啊，我來講嘅歌啊，甲伊個朋友啊，逃避一個 radio。你就知啦，就伊人就買互你收 radio 嘅嘛，係你點寫？因為伊驚你去聽阿摩嘅新聞啦，美國嘅新聞啦，了去講互別人聽，伊就本來人做蝦米鬼啦，蝦米啊，伊人無互你啊，伊真正嚴嘅啊，所以了我係來講嘅。個大啲巴厘普撈，我唔知 exactly where 伊大啲巴厘普撈，特別伊個隔壁人啊，本地伊無甲伊個隔壁人好了，本地無好甲伊人啊，伊人啊頭唔知安怎，伊人安怎 find out 啊，伊人伊收一個 radio 佇伊個厝頂個。
按照講嘅厝頂有一個成個有一個棚佇落厝頂嘅嘛，แล้ว搭暝伊甲伊朋友甲了頭去伊嘅厝頂棚嗰邊來聽 Voice of America 甲 BBC World Service 嘛，所以伊嘅隔壁人啊等到甲伊甲伊嘅朋友甲了 gather 佇樓頂棚嘅時候，伊去倒互伊嘅就本那邊聽喎，所以伊嘅就本那邊來去伊厝啦，做一個 raid 啦。拖伊人去外邊啊，4-5天嘅人啊，拖伊人去外邊啊，了我來講嘅個會保本嘅直好，直講直好，站咩嘅托卡ka了，哇！execute instant execution 啊，咁別大啦，伊咁別大你知無？伊就本那邊馬達是叫咁別大嘛，伊 secret police 站ka了伊托卡。站面頭家了留伊條兵啊，會白鋼啦，甚至叫做對，喂白鋼白鋼，了所這裡是個了我來媽講我聽啊，我來講無講這裡話嘅，無伊本是講了伊人特別大啲伊嘅陸軍樓嘅隔壁，所以伊人大啲 jail road，了阿妹是啊伊人。按照講多咗啊，我唔知福建話多咗先。伊確到即係阿毛病被談 information 咁樣，然後伊人把手伊人泄氣嘅時候，伊來叫我來講去改人啊，何伊人免死啊，何伊人個仔確到乜仔個，所以我媽講啊。有會當我來講看伊人，安尼 pitiful 啊，是可憐伊人講，伊人就就是被伊人是無幫伊啊，伊人談 information 嘅時啊，伊人就拍情意思啊，是怎咪嚇，就所以伊頭拍針去人起人時候就冇邊去人。困起了死去，可以人幫佢人講，買可以人suffer 個嗰啲是 suffer，買上逼職，因為伊無好了呢，伊那是過去上職，伊嘛再個改逼職個，所以咪所以伊做呢款啊，伊本是淡薄 guilty 啊，伊無講伊家己講我係來馬聽你，無講我幫人，因為來馬打好我聽。咁你好似你個數，即係點寫我係來講貴先了。不我 I'm sure 我係來馬是無講我聽。即係即係 deep secret。我真真係，我真真係個即係出邊就那邊嘅嚇啦，我係呀，我係即係。handicap 啊，冇我定定貼嘅了起來啊，我係啲 tripod แล้ว成個做成個 interview 啊咧嚇，我真係愛笑嘅。特別講下，我講出特別我哋講 back channel 就講播咁點樣就係告訴講八字嘅時候，人到對嚟是啦，叫佢講係出嚟嘅頂嘅告訴啊，特別你 share 啦，人隔了人 spend 成日真多節，人香港可能聽，because 係 interesting 我感覺到只出表咋，แล้ว啊當今咩？當今我被拍到呢期學運嘅特別嘅邊係 Kim 上面，我被講起嘅12聲聲，但是我冇機會聽到12聲聲，但是我啲 Clubhouse 冇 active 嘅時候，我係使亂去邊啲學嘅節節嘅時候，我係幫伊嘅拎嘅12出嘅 YouTube 嘅 Kim 上 YouTube 去看，一個有紅光啊多，個影片通看，個廣告數就出面。嗱我被問 Kim 上就是，你即個 idea 是唔是 develop from 定到？加阿龍做12聲聲告訴做起，還是按照你講話 process 頭起？這裡12聲聲，我頭一道講這個告訴是2014年，2014年迄陣時我做表演嘛，迄時我係講嘅嘛，我做表演，然後迄陣我講嘅告訴12聲聲是講華語嘅，迄陣講華語嘅。然後講了第2年嘅時，應該是2011，迄陣嘅時就是大馬龍講嘅迄個 International Storytelling Festival 吹旺，
你暫時我想講，無我就用我一個本地做12世先哦，我一個故事咧，我把它可以變做是福建嘅。變咗福建嘅，迄陣時我講故事接落來是我一個人講嘅，是啥talk show 嘅那款嘅 one man talk show 嗰種嘅。然後我甲攏咪變時咧，就是往變做是往挪橋咯，對來對去啊，往挪橋對來對去，種咯往挪搬咯，然後往個因為時間嘅本冇點成練本，你冇點成練本，冇夠點成咧，冇點成練，咱但是本好啊，咱快有默契啲 video，咱練一兩刀了咗。咱就期待啊！我目睭你就往仔，往就仔啊嘛，往見到。我看伊嘅手呢，我就講伊會會講物件，咱就有默契就往嘛。然後默契，然後迄種講好啦，แล้ว所以我無人講久呢，แล้ว往就來咯。迄陣嘅時，往就有時一點像表演咯，可能物件吼，你拄着默契好嘅伴侶啊，正爽嘅，一點物件來你接到，像拍球呢，拍來拍去呢。一正爽嘅，你迄陣咪是往到正濟 brainstorming 啊，出來正濟火花咯，正水咯。你有時往個地現場嘅時，嗰有時正 on the spot 點先嘅物件嚟講，我點咪叫伊接會到，伊點咪叫我接會到啦。แล้วไอ้คน度好笑咯，好意咯。你迄陣咪是講嘅故事有淡薄無像嘅，像佢講迄種靈，我大隻到即個 YouTube 嘅安講亞度嘅，即個是伊個靈是廣東靈。伊是講廣東話龍國。好啦，你領是福建領，廣東嘅。對，我是廣東嘅，然後我是福建領，係啲福建領。但是迄站嘅時咧，迄站嘅嘅本是廣東嘅，但是伊個領是海南領。哦。你同我攏講，伊要表演，伊要 show 伊海南話。伊要講，伊講海南話。一條字我知嘅。一條啲要 show OK 咯，係咯 show 咯，迄陣咪是海南領嘅，你要講一兩句海南話嗰種咯。你2一個幾後咧，我就感覺講，即個物件應該愛留落來，因為往電嗰表演哦，往個無落落來哦，伊就是迄一日來看人20-30人、50-60人看了都是無咧。傻了嚇！我希望咧我就希望講，上物件留落來，那無久伊就走啦嘛，伊就走去韓國噶嘛。然後這個物件就是我要去想看安怎留落來，我收了心啦，無講去做啦。然後過了慢慢接來即個人年那邊，直有心想要做那款嘅物件咯。然後就 start 去找到對人嘅迄種頂到念嘅迄個詩句啊，茫茫了曙光啊，迄種童謠啊，start 找咯，看找咯，然後去 Georgetown 嗰位。找 uncle auntie 啊，做 research 啊，做 research 妹啊，正做我無學家己一個時間講，我定要第時做，但是我家己講就是收落者，收落者咯。迄陣時本是我媽過身，啊個是我媽是只講1314款過身嘅，伊過身了是伊互我係正一個大一個 impact，就是講我要收淡薄物件是會留落去嘅。會留落去，唔係講成是有怨嘆嘅，嗰陣時收了是有可能我會曉，還是我知故事是接觀察。然後成講，這個是我會做嘅，呢這是我 professional 嘛，講故事，然後就收嚟嗰啲物件，收嚟嗰啲物件啦。然後我用這個5-6年來12世上嘅故事，我現場有講超過100道，但是是華語，唔是福建話。華語100道，我要 testing 伊嘅 timing。要testing 講伊個故事到即邊是會啱無，未啱無，嗰陣好笑，嗰陣無好笑。你話 workshop 嘢啦 ，workshop 呢個 material。所以對無相嘅觀眾去練習去練。然後我我大過即檳榔嘅廟會啊，檳榔人大年嘅廟會啊。新正嘅廟會啊。新正嘅時嚇，我新正嘅時有人請過我做1-2道嘅表演，迄陣嘅時我做。我唔是講12世小故事，我是做一個啥水命嘅人嚟款。我去台頂做麥玲玲嚟款啊，講哎呀，今年牛嘅生肖，明年鳥鼠嘅生肖。迄陣我講福建話。但係唔是人，什麼是人較早嘅時 room 是講會叫即 Kimster 做一個新正事啊。嗱，因為已經我講明年做新正，講年嘅故事，我哋你김兆嘅年嘅김兆嘅故事。我陣時我就練咯，就 start。testing 我係迄種好笑嘅物件啊，還是物件 testing 咯。然後去到舊年嘅時，我就想講，應該是 timing 夠了。當時我看到我一個朋友做即個 animation 嘅，
我感覺講應該是 timing 夠了，然後就 start 做咯。咩舊年年尾就 start。即係 animation 是你已經辦咗啦，你叫合作啊。我辦呢嘅事，一未讀之類條，我等你讀了，等你出來無啊一兩年過後了，合作。往一單往時機啦，有時看拄好時機拄着會啱着，是即個物件就出來咯。你像一道嘅雜誌社時候，我有挑佇下迄種我會曉甲了嘅迄個童謠，人會講嘅阿蒙蒙本好，人講嘅迄種火劍車十個名本好，事故咯，事故我 try 下入去，你成人嘅人唔知事，因為福建話有真好聽嘅事故。伊本真好聽係種成語啊，迄種成人講嘅頭輕輕尾零零，就是一種虎頭蛇尾嘅款啊。然後是人嘅成人福建話講食緊龍破碗，就是叫你咪想青講迄種。我感覺即種嘅成語言語真袂歹哦，我就 try 下入去。你除了即個人成人細細人佚佗迄種嘅一路啊、咖喱堆啊、啦哩啦淡薄，我 try 下入去。一個就是一種學白講，然後真係一種學白講嘅物件，我們是 try 下入去。學白講是一種嘅部字幕and字啊，安尼款嘅物件。我 try 下入去，所以我sorry， 我記得你 website 放嘅。以 website 都真驚啫。我希望就是講這雜誌集會下，我會曉嘅福建話物件了。try 下入去，了別島嘅人會看到。像你捌你看嘅是人捌你人會看嘛？了全部人會行順順咁看到安尼款。是我當然看到嘅是淡薄伊嘅即雜誌上嘅水可以 animation， 我特別是在啲 clubhouse 看聽我無注意去看到。所以我就做 animation。到就聽起來是啦。不是一個那個，那邊那就係一個人仔，人仔啊，真係超標。我看到有聽係爽咯，看係爽咯。嗰有看，嗰有聽，那個老餅爽咯。有幾件嘛？八招爽魚啊爽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ลูเซีย咧，伊告訴咧是按怎甲阿龍合作咧？我冇甲伊做咗隻物件，伊是即係伊愛做嘅物件，伊講好時了。你冇想梅佬嘅學見裡面伊梅話講即係變咗寫，即係變咗講掉，伊是安尼款群手安咯，頭到尾是伊家己一人嘅功勞嚟。別啦。你喺呢 project 你做到久，你做雜誌上嘅，頭起你咪講告訴啦，因為你是告訴我呢幾年啊嘛，就你 start 起你 script 啊，是係咪？我有影是我寫 for 即個 YouTube 嘅即個我啱嘅 script 應該是二季咯，因為我二季是我做一道華語嘅，我嘅 testing 我每一道嘅 flow。แล้ว二季先正 testing 過一道了，我就實寫福建嘅啊。แล้ว二三季寫，我四季就找我做我 music composer， 我找我做音樂人啊。所以攏聽podcast 嚟聽嚟講，你聽講真濟迄種嘅 sound effect 啊，迄種 timing 嚟個真準啊，伊嘅功勞真大。伊也甲用差不多一季之間加做了伊嘅這了，就是點學 animation 嘅。做這個圖呀，本地本是一個人講緣分啊，因為暫時是我做 animation 嘅朋友，有講有 project 啲新句嘅，然後伊未接我這 project 嘅，所以伊 reject 我一道兩道，你咪就紅險 MC 幫正 MCO 啊，係就邊個嚟？伊冇數做嘢，伊冇紅險伊 show 就 on hold 咯，伊 show on hold 咧，我佢夾招一道咯。人講係三顧茅廬啊，隨三刀嚟看。然後伊講即個有淡薄歹做，然後我個成日伊做，我咪甲伊講唔要緊啊，你聽伊正做出來真好聽啦嘛。因為我做嘅音樂叫派彩虹，我講派彩虹做隻音樂出來真好聽咧，你冇時間做，無你幫我嘅頭袋邊搖來搖去就好咯，搖10分鐘咯，直搖，而家搖10分鐘。然後
人做物件有要求嘅嘛，伊講啊無我加淡薄咯，我講哎喲，會啦，會使啦，會使啦，扭者，別扭伊扭伊，我講啊咯。我講艱苦哦，你講我無你加整淡薄，你淡薄，你咪再加，結果加出來咯。伊用啊一個字較簡做出來是真好料咯。係啦，所以 illustration 是伊本啊。伊做。哇！你咪介紹伊隻咯，伊本嚟紅啊。我同你講，伊可以紅咯，伊咪都接成呢隻個超女啊。所以伊講乜接嚟講你唔記得？伊講伊超女，我講伊嗱是講伊軍事以來咧，佢又話好做咯啫。伊軍事咧，伊即係 asset 嘅咧要即是做嘢。我咧佢即是伊嘅 portfolio 啦嘛，或者是伊人差不多即係而家佢哋做啦，挪威伊有一個股，伊又家做挪威節半。挪威節半好料，都話做咗雜誌。from illustration 啫。佢就話伊話伊導，伊個會 plan 嗰樣電視呢白照、電視叮當嘅嘛，伊個會 plan 嘅嘛，就咁樣。佢看那邊嘅鉗少講話，伊要 match 甲我嘅喙下，我嘅喙型。就แล้วก็จะ紅景入面啊，แล้วก็จะ水哦。伊都徛起來攞其他講行落來就當熱啲啦。冇什麼熱啲啦，被拔到嘅數冇到。แล้ว我ก็ไปไม่รู้係咪嘅 ？OK， so แต่ว่า我ไปคุยหอ係เลยclubhouse 上到啲 clubhouse 嘅人啊，讓特別人聽兩禮拜啊嘛，讓有係咪嘅問題會問，係咪問題會問即係傾訴哦。咱會使開麥啊，還是一堆人會起來，還是咱要起手，人大家都真聽啊，起手起來問傾訴，係咪嘅問？聽講人家走去啊，特別嚟聽人實是困嘅啦，嚇嚇。阿龍，我問啊。到嘅嚇。嚇。你問我。這不直接學。你是問傾訴，是問阿龍？我你不問啊，係啊。anyway 就係答半嘅啦。and then 我問就是這不直接嘅點先嗬，講贈水嘅點先嚇，我聽到傾訴就講有一句贈水咧。嚇，對伊用贈水。所以你發 surprise 唔是等於咩嘢 normally？ 冇啦，邊呢個人講贈水嘅，贈水就我聽人講，我聽人講贈一個嘴嘅。較濟啦，較濟有人講，特別唔是近啊。我冇事，咪是講蹦蹦呢。特別賣地方，我賣地方是贈 A 啦，我賣地方是贈 A 啊。你出來人講冇上咯，看有咧。贈水有人講嘅，邊呢就普通嘅。哦，因為那都不是叫我嘛，這就是我就奇怪。上個你講啦，你是講？你無上，你講係咪鬼我們潮路誒？好啦，這無法度誒，這無法度誒。這是道格長者誒，長者耶，水。道這嘛是個道嘅嗬，伊告訴個道嘅，站咩有道嘅。個講到道嘅，我冇聽過洗身褲喎，洗身褲，有洗身褲。波湯這個物件。洗身褲是贈 A 咯，咱人平時破病時是照身褲嘛。對，照身褲。洗身褲是贈 A 嘅意思誒，唔是你用波切，你用波切是照身褲。你道哥有聽嗎？特別有聽路，係咪叫本妹Kim Sir 告訴我。誒我會叫本妹講，我可能未識。會使問啊？會使來拜清。係，我要問講，係咪數係你講？講狗嘅係直接嘅，走去馬出來，一個講阿公去買個別哦，無對嘅，我成個死啊！阿公唔知有得 COVID 咯。有啦，我就是我就是站喺第十二，按照行咁阿媽就係阿公冇啲嘢。嚇！第十二出一陣啲阿公實多喺邊出邊。有啦，伊無走去買個邊呢，伊無死掉。按照伊行咁，你按照係 plan 好阿媽出電，你奇怪咧。很多suddenly 呢都係驚。伊阿媽唔係極閃，我唱歌。你唔知讚好嘅事，我聽人講嘅時候，特人就煩惱啊！你講，哎呦，安怎伊嘅歌呢？安尼開嚇，安尼數啊，個人煩惱喎。Obviously，阿媽是有另外一個愛情，唔是阿公嚟。
哦，一地址，我一過海過去啊，過個乃是一過去啊，講個乃錯，已經有三驚了。所以要甲伊順講嘅，講其實我是大寶嚟嘅，你是叫我二媽啦。特別咧，嗬，林寶是大寶嚟嘅。或者咱咪講出來告訴嘅是，咱個就請金色到對嚟講，我要聽伊三寶嘅告訴。係咯，是咯，我就是甲伊告訴嘅咯，伊就要講伊講媽嘅告訴，我就是甲聽，我家己本有本。啊，好啊，我感覺對，或者咱講，咱係講媽告訴，咱出一定告訴，咱出一下講媽嘅告訴咯。我本有告訴過。啊，教佢啦，教佢講媽嘅告訴。OK， 教佢就咱講媽告訴。哇，趣味趣味。我再講做嚟講，即係人，尤其是亞洲人，人看到那款嘅物件，人暑假是暑假，特別人無啥感覺就講，哇，即係 value 啊，人成日無伊價值啦，人知，特別人個無愛放上 value time 類安尼款嘅物件嘛，所以你家己做呢，你用到一點上嘛真正濟。了，你要請人做，伊人either 你特別夾類請人，還是伊人特別honor offer 伊人家己帶好。你用到你感覺用到一點聲，等陣我冚一個的士嘅聲先，我mute的士聲 OK 嚟。我平常時做廣告書啊，咪是賣 show 咯，賣票嚟講咯，賣票樣嚟關 show，佢種即係我 income 上，因為我是 full time storyteller 嘛，所以了成我做嚟講你唔見嘅時候，我特別做這個唔見，我有時是賣票嘅，我有時是 by donation 嚟，成一到12上是 by donation 嘅，因為by donation 嚟講，就是我希望係較濟人嘅聽嘛。你賣票嚟講，你也無愛買到單，你都無機會看到。你是 donation 嚟講，人看到人看到 appreciate 人暑假嚟講，伊係互你10塊、20塊是人家己心嘛。你使去看 YouTube 會去看，那是人愛地類可以到係只要在出呢字，安尼字辣條，伊無講人甲人討，你咪是你到 YouTube channel 嘅 description 有啲 donation link 啊。donate 咯，別 is OK 啦。你是到啲 description 伊唔止無甲人開住俾廿類咗，伊個上擺時啊，伊即兩禮拜裏邊伊是有人地雷伊嘅，伊收到地雷啦，伊個嚟甲我講就，我想要搬入我河浪，你學我要賺咗河路咯，免你家己收起來。冇啦，佢即係 team 嘛，所以我收到你本是搬河位。特別我家己本身是真正歡喜誒，我就係幫工本對嚟借條啊寫歌。我第12名要講下面物件，哇！你個寫啊！哇！你個寫起來，所以我特條 set 好時間了，3分鐘成bằng music 成，แล้ว接嚟我哋講啊，但係如果大家好見知陣時咩，我有講一段話講2分鐘啦，個白嘢咧，所以我到底為咗伊嘅歌數無上歌數咯，但係咩講無上物件。我冇看到 donation 嘅 link 就得咯。依 episode 有咩 ？Because 我唔就講人係隨掉喎，人隨唔掉嘅話咧，我第時我綁掉我係 profile 我頭就做咯。你是迄個QR code 嘅咧啊 ，the page 唔是喎，QR code 咯，條 QR 嘅 dot 咯 ，QR code dot p。我看伊寫等人字嘅喎，一啲有，你有得我冇看到 donation 嘅 link 嘅話，佢 episode 嚟喎。嘅啊，咁正。你話唔係寫哦？咱 because 咱無，你我特別冇甲人講，你 donation 嘅 link，你 donation 嘅 link 你下掉可人愛地啊，你下到頂面，人愛地人地，你都無，你免歹勢嘛，你都無講別樣地掉，特別。因為像這個，一刀做這個吼，因為本是因為 COVID 嘅事啦，因為我拍水本啲拍水用，把刀甲殺出來這個物件，刀甲殺出來。隔了人手頭較靈嘅時，我俾收類時較硬嘛。但是到 COVID 無上，因為 COVID 都想講，真濟人住厝真散文嘛。我發現人有真濟本是著病，有幾個本是著病啊是歸心嗰種嘅。我希望本嚟講，即個物件歡喜嘅物件 ，happy 嘅物件，本嚟使互人
教佢人嘛。我成日我直到我做啲雜誌社嘅時候，我有時我收到淡薄 feedback 呢種，有幾種 feedback 我感覺真係未歹。頭一種就是一種因為 COVID 無在落對邊緣嘅人，啊無啥亂咧，可能有嘅是大正會無在落對邊緣嘅人，你希望會聽到，安尼可能會告訴會聽到人邊咧福建話，感覺真親切咯，真親，像有誒像是大，因為 COVID 無在落對來，讓會驚順，無在落。無大聲大白話，無點點講邊咧福建話，แล้วยัง大迄種 video call 甲人邊咧阿公阿媽講嘅事，甲 video call 甲阿公阿媽講嘅事，人講講淡薄福建話，人感覺真親，即係頭一種咯。แล้ว第二種就是因為 COVID แล้ว有誒，我拄到一個 family 是規個 family 就 quarantine 無通出來，แล้ว但是即個故事即2禮拜，故事有陪人過即2禮拜，即係我感覺意義蠻大。แล้วก็有嘅囡仔是啥？我識到一個講廣府話囡仔，伊袂曉聽，但是伊看種卡通伊好暑假嘛，你看subtitle伊會曉看嘛，你伊甲我講伊袂曉聽，你甲我講，巴斗伊大漢咧吼，伊要用伊嘅廣府話做聲嘅一寫出來，哇，感動！即種就是唔是雷嘅換到轉來物件，雖然講我數下雷文啦，但是我感覺伊真正大，真正大。แล้ว所以我講即個物件會使代傳落去咯。我嚟感覺到啦，我感覺到做你愛做即個故事是唔是為咗你會知，因為你會看你嘅 passion project 出來嘅效果就是會比為咗要趁你嘅做出來嘅物件，你會知。所以我咪特別講了後，攞咗地雷，對，我咪知，我全部拎喎。有啦，藍色嘅，你得咯，即係啊，你 Q 嘅老淡薄，是哦。哦，即係啊，到啲 website 嚟啊。接地址啊，你自己嚟邊啲要一個有學嘅面嘅時候嚟嘅，有學考啊。我意思講意思講，邊樣嘅小姐水準真懸，請我食一頓好唔好？我別緊我會使一套貼你嘅即個public bank information，參你嘅 touch and go 嘅 e-wallet 嚇，แล้ว我行到啲 website 會，แล้ว我個 link 佢哋啫，所以無相會。感謝。啦，別緊啦，我真係早起我人聽，你知我真係杜蘭係咩啊？一集呢我冇機會聽到，我做工嘅時候早起，你知我冇聽到 episode 是第幾集哦？龍仔哦，阿龍。對我哋要緊啊！直接對你哋要緊直接咪是小海咯，我冇聽到海，我冇聽到海直接，所以我特別到底去看啦。我是係咪啊？我是平時愛來聽嘅時咧，就袂好勢。咩都袂好勢？唔知Clubhouse，哦，呢隻咩？哦，我冇試過，我先計出嚟。The only time 我聽人哋揸下直接。哦，對，伊只揸，人哋伊揸佢我2點鐘嗰陣，所以我早起攏辦嗰時我是7點半早起啊，7點就5點早起辦，呀，早起5點幾啊。代表緊YouTube 嘅啦，使去看 YouTube，但係咁有啲嘢，咁有啲 YouTube 裏邊咧，實際上你 miss 掉咪咗，你但是你8點半嘅時候，你會 miss 掉我 sentimental 嘅 speech 咯，哦，係你比較緊啊！我特登只開掉，我特登只開掉，嗰時講一段真好聽嘅話，我是感覺到，我其實你講嘅時候唔是講冇嘢嘅，特別我感覺到就人到啲Clubhouse 裏面sense of community 啊，就 strong 啊。咱其實咱邊咧學見已經是 already 就 strong 咧，是講咱因為咱一個月落一擺後，咱拄到嘅時候，咱講到嘅時，本是感覺到真正親咧就，咱隔到就講話事啊。特別到有喺 Clubhouse 我感覺到更加有特節，後你有機會你愛講話愛吹人拍殼，你對曬接去即 Clubhouse 邊咧學見嘅位啊，แล้ว我話實真有意思咯，感覺到咱就更加親咯，尤其是當今咯，當個 lockdown 係咪嘅啩，較坎坷啫啊！你把啲 Kim Sir 使出嚟啦，一隻接嚟個人學啊 Kim Sir，Kim Sir 就已經有教啊嘛，Kim Sir 你使到正開班，把當然使小女時，會使正開班講故事哦。啊，你是到這邊講故事，我咧感覺會少啲個。嚇，你啲 Clubhouse 裏邊是會使去地路嘢嘛？當今冇啦，我把你地道，
我電視嚟講啊 ，house 人哦，電視嚟講電視呢？又見冇問題冇問題。你把自己嚟講完就係講咯，你使家己開幫，你使做隻 club， 你做呢 club 唔係啊 ？Kim's storytelling club 做唔係啊？阿龍計啊，唔掉啦，做咩 club？哦，依家佢開住佢隻 Kim's storytelling club 啦，แล้ว是把自己แล้ว是開幫嘅時就是講故事哦。你明講 live 唔使，你直頭你係使學嘅咩？你直頭幫你要幫你發就使咧。我抖過嚟啦，你。冇啦，當劍都好做啦。有啲阿龍嘅世界咯，你當佢就模型咩 MCO 唔知當佢就模型咩？我嘅世界咯，我嘅世界咯，係問題。我咪都做咗12線上嘅 project 呢，我被困了啊！冇隻影嘅，你就佢第一棒咯。一隻模型本嚟就要曬嚟嘅就，嗰隻模型本嚟就，嗰度佢隨你俾佢靈出事咗，顧住你管理出事嘅嚇。咁佢俾佢靈魂。是咯，即係我啲故事嚟俾我講嘛，我決定我就講下啦。然之後依個咪是請一念個筆咯，啊冇就是可以俾顧靈魂嘅要上嚟見啦嚇。阿婆我揾講嘅，阿婆阿婆都去吹你自古大令。自古大令。喂，自古是大波鼓嚟。哦，個大白將令。啊！等陣我俾看，安怎我要做阿龍幫大阿龍先，做阿龍。做幫大話咧 ？We can up in the screen 啊 ，because now 看到你講話嘛，真係幫你較大，但冇攞到啲 YouTube 嘅。แล้วก็แต่ไม่สิแต่ไม่ลงแต่ไม่講林妹妹嘢啊！你講就係你先正叫做先正嘅。要攞先正，咱嚟使合作看啦，看咱做一集就好咧，先正講年嘅故事嘅。其實先正嚇。咱去吹啲年嘅故事出嚟先。你問講啦，我們時咧叫佢做頭頂當頂當，我們是做架鬼 animation 出來12年啦。你我冇咩做 animation 了。你免做 animation，做我哋做 podcast 就好啦嘛。我哋明白嘛，你講我就明白嚇。你會使，但是你要用，你會使做先正，你會使做7而家10個咯，唔使10個嗰個字係邊種？阿伯，定一道啦，人哋嘅 international storytelling festival 裏面講嘅一個當中讀講嘅故事是被派嘅啫。你係使慢慢啊，攏 spread out 嘛，你係使 spread out 嘛，之類。你係使 rerun 嘅，你咪講特別，你 because 攏做 live 就是直接講做 live 係講下，啊是你使起來邊啲學人嚟講嘛，係使 share 嘛，啊是你冇做 animation 啊，你咪起來講，因為都落英文好，你使起來正棒，你咪講嘅直接講個吹水，特別家己很屌講較有意思啦，個趣味啊。個係咯。所以但係攏看到迄個那是攏本地人嚇，到底。每期幫伊來看，無是即嗱當然看到即伊嘅 information 啦，那是攏比較多人知啊講，即是地緣和伊，即是攏 public bank 嘅學校你係使 transfer 落去伊，แล้วก็是到底 touch and go e-wallet， 即是伊嘅電話號碼，你咪會使consider 地落去，攏去看先。我咪講，攏當然咱講完嘅嘛，當然聽伊嘅字，伊嘅媽嘅考嘅告訴嘅嘛，或者攏去看咧12生肖。我唔是起來講12生肖咩？我講為媽嚟。冇人講故事，就是講個了啦。你12生肖嚇，12生肖你去看 animation 看，我報嘅你看一集、2集、3集嚟講，你都感覺到地緣學伊是冇問題。是講เรา有在調啦，唔是講逼落啦。咱若是有在調嚟講，咱係consider 咯，係考慮看俾地緣。但係是當今手頭眼月節還是明年不會使啊？伊這名都啲。感謝我人Kim's起來教人做12集嘅故事，係咪聽？我是感覺就真好聽啦，咁人我當然個要讀去頭聽起，我 miss 佢第3 episode 是上好 episode。我暑假同埋走誒，你 animator 係起來教人學本啊 ，animator 怪真搞啊伊，你 animator 係起來講，根本是邊個人嘛？是，邊個人？別人有係咪叫佢包槍？別人冚大迄種。即個林門達知嘅咩？
拍邊特特，我哋接觸率 usually 冇咧 usually 第二出的愛嚇，一啲鬼告訴真好聽嘅書都變做別幫係是咯，哦，那才變做正經去啊，對。超別，誒，你咪先捌看過，你捌看過你 animation 啊未啊？未，嚇，嗰個冇 clubhouse 嘛？你按有 clubhouse 叫你按 set up 之後你啦。哎呀，我都冇 iPhone。你冇 iPhone 咪 Android 啊，當然。baru Android yes, 啊。OK， 我去吹。我唔知。你那是你那是叫你按叫你 help us out，那冇嚟講你唔往到下手都不得。因為我講聽，我參加吹。一成個人當佢落嘢咯，特別差唔多到日本有參開班拍球嘅。OK，哇，呢個冇影啊。咁啦，冇事，你問佢阿龍是唔是到日幫工就成日對嚟 join clubhouse 啊？OK， 我去吹。แล้ว講緊一邊先啦，嗰時禮拜特別default 是住啦，即係我唔捌學過，一般都咁來，唔是 default 是你來領頭毛一條嚟，住是 unknown 是波咁啲啊，唔是喎 unknown 是住，住參兵嘅。我冇看，我只股冇看到，因為我想我只查某囡仔是住你話，查某囡仔冇唔是有事嘛？人講查某囡仔，唔是講內驚，我查某囡仔，我即查某囡仔是住來，原來是參兵。小來人啊，即係你過來嘅。我明白，我在面時都冇出了，人哋你 audio 到啲 clubhouse 嘅，我哋等你嘅小影出來，人哋都講話是小影嘅譜出來嘛，但係我按照 highlight 你話，你是pin，我特別 pin 咯。佢只 complain 講係你 Google 嘅啦，係咪數愛聲，佢只嚟寫聲就咪鬼。OK 啦，嗱，看到啦，即係查某囡仔，我睇即查某囡仔直到頭家直住來。最多9億都office 會。แล้วOK，แล้วตอนนี้看到這波金店แล้ว波金店都唔係跳劇本啦，但係是冇跳掉㗎，แล้ว都冇機會跳掉。冇跳掉。我波嘅你熟㗎，你跳我波嘅你熟㗎。我知。我特別熟㗎。แล้ว這邊講緊這邊先啦，這邊clubhouse 唔是，這叫咩啊？這唔是 clubhouse，這叫咩 ？Google 嗰邊嘅 Google Meet 會林文亞子咁時啊。半劍啲感謝，零頭毛一條感謝，個有走去了啊，發鬼感謝，忘過一集個哈，個一集，但是講攞未困嚟講啊，攞嚟使參一集先是真正 exciting 嘅隻 topic 啊。講 continue 啊？嚇，個有一條 after 一條個一條個，你唔走？我冇走。แล้วก็น่ะหัวแท็กซี่หัวแท็กซี่名叫做หัวแท็กซี่嘛對對แล้วก็เต่าเก๋อ咯แล้วก็หาวเตี้ยวเอ็งก็เตียงว่าไม่ใช่บีกับตุมายมแล้วก็จะแค่ซีเนี่ยวะEric 是這是 rubber band 咧，這個是阿 boy 啊，這住咧，這住我冇看到裏面哦，都是阿 boy 啊，哦，你把昆車啊 Australia，對，把昆車啊，แล้วก็另外clubhouse 上面嘅校長阿龍講啊，แล้วก็วิวิว่า唔使困起嚟啦，但寶寶要被單入個 cm，แล้วก็卡吹聽拍領導。พวกกันดี嘅เชงใบเชงกาว่างไงแต่แบบแกเป็นคิมเซอร์กองกอสู感謝คิมเซอร์ไปจี有影是到底嚟參與啊？好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咱個再見，拜拜，拜。頂一禮拜若是無聽到episode 使到這邊嘅訂，了這邊嘅訂是訂看聽 subscribe， 若是有現條錄音成個動機，然後呢，伊對通知你，一定係入正伊對現條通知你，我開 live 嘅時，了一對這邊會被 T-shirt，是到這邊變得好嘅 T-shirt。
下禮拜再見，拜拜。